今日咧，我哋非凡媽打要訪問嘅對象咧，就係坐喺我身邊嘅鄧英蘭姊妹。英蘭你好啊，好，牧師你好。係啊，咁樣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母親咧養育兒女咧係一件唔容易嘅事情啦。咁更加咧係對英蘭嚟講啦，佢仲自己本身係一個單親嘅媽媽啦，並且咧冇咗一隻手一隻腳喎。咁我哋更加可以想像咧，佢嘅過程係更加唔簡單，係充滿咗挑戰。但我係知道咧，係有住好多幸福同埋感恩喺當中喎。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都好想咧，阿英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不如你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一講點解你會成為一個單親嘅媽媽，同埋並且係冇咗一隻手一隻腳咧？一匹布咁長，好感恩。其實我依家咧係65歲㗎啦，咁咧就好神蹟奇事。咁咧就喺38年前咧，我俾架車咧就車斷咗，冇咗左手左腳。但係神恩典救我用，當時候喺醫護界覺得唔可以救到我㗎，但係咧救咗我啦，係神嘅命定救咗我。20包血就輸咗，喺醫學界覺得救唔返，但係救返。我仲係揸住手杖跳出醫院嚟到出院，雖然每個月係做手術嘅。但係神俾我由一條嘅毛蟲出咗院之後，匿埋喺繭度唔出嚟，淨係識得喊，直至後期返教會，甚至乎神俾我遇到好多好愛神愛人嘅醫護人員，咁咧嚟到知道我要結婚啦，咁咧為我預備嫁衣，預備左手左腳。醫學界覺得唔可能有兒子㗎，喺神嘅命定裏邊。死蔭幽谷救起英蘭啦，社工界覺得我都係會好唔開心，可能匿埋，但就因着當時候男朋友鼓勵我返教會，我就返教會啦，每個禮拜返教會啦，接觸唔同人，甚至乎穿着嫁衣，帶住假手假腳嚟對結婚，能夠嫁得出喺社福界嚟講，已經咧係好 amazing 噶啦，300幾人嚟到去教堂觀禮嘅。有個傳媒嚟到去訪問嘅，但到最後對我嚟講，我好中意小朋友，我以前係幼師嚟㗎，幼稚園老師啊，我好中意小朋友。但醫學界話，我本身盤骨都冇咗1/3，坐都要揾啲坐墊，企我本來企唔到㗎，個子宮都冇咗1/3，但人可以跳嚟跳去嘅時候，但係都已經好獨特。憑乜嘢話去懷孕生子女？醫生話第一可能未成人，成到人都可能陀唔到。於是乎我就向天父求，我向天父求就係好奇妙，神就係咁樣俾我懷孕。我係懷孕嘅時候，我先至係請工人嘅，我帶住假手假腳，但當原來懷孕嘅時候，假腳導致到小產，甚至乎假手嗰段時間，因為之前我係冇請工人咁，我懷孕時候先請工人，咁我咪喺屋企就係織冷衫咯。原來假手係咁織冷衫咯，但原來發覺成日嘔啊，一起身就嘔，總言之咧就朝早好似鬧鐘咁㗎，6點鐘踢醒你要食嘢㗎。夜晚如果12點你唔食埋宵夜咧，你就唔使瞓嘅，你落床嗰啲踢你嘅。咁總之一日就嘔幾次嘅，嘔到咧就要入醫院，1個月可以重輕咗好多磅，係咁嘔。咁於是乎自己開始怨神啊，點解咁慘？我想生 BB 啫嘛，咁一有 BB 啦，咁點解要嘔啊？甚至乎好似作小產嘅跡象，開始怨神，好多問號，好多感嘆號。到後期嘅時候，醫生話其實嘔係好嘅，代表個荷爾蒙，即係話 BB 仲生存。於是乎就自己就咁嘔多啲啦，咁即係喺懷孕嘅期間裏邊，已經係對呢個信仰咧，即係好似上落咁。後期就讀聖經、睇聖經、背聖經，提自己用感恩，好感恩。後期再
再請個工人啦，因為嗰個工人佢驚啊，見到阿敏係咁嘔啊，驚啊，乜嘢做唔到，佢唔知道呢個阿敏咧可以掃地打地蠟、油油，周圍去探訪，佢唔知，淨係知道咧呢個太太淨係識食、識瞓、識嘔，好驚。後期嗰段時間到真真正正 BB 面世啦，哇，好開心！即係我好記得就話喺醫院裏邊咧，即係見到咧係帶住淚嘅，係感恩淚。我成日都話，如果係笑咗淚係美人淚，但係當時候開刀生，咁咧就淨係會覺得就話啊，我點咧單手單腳，我點樣湊大個女咧，成嚿麵粉咁。咁原來嗰時候產後咧嗰2日係抑鬱嘅，好唔開心。後期好好，護士長就話：你知唔知啊？呢一個咧係我哋嘅瑪嘉烈公主。你出事就喺我哋瑪嘉烈住咗7個月。你結婚嗰時候，我哋啲護士長爭住去觀禮。咁依家你生 BB， 個窩都唔識照顧你㗎，翻嚟骨科，我係應該係婦產科喎。但嗰啲醫護人員咧覺得係佢哋瑪嘉烈嘅病人嫁得出，仲懷住人，仲可以生到 BB， 要去翻佢哋骨科。後期佢話唔係啊，英蘭唔係你骨科㗎，依家唔係骨科，係我哋婦產科。即係你明明講好似公主俾人搶咁樣嚇，佢哋一翻工唔食早餐嘅護士長，第一時間嚟睇下瑪嘉烈公主。咁我就覺得我係好蒙恩嘅，我個女咧都係好蒙福嘅。咁於是乎咧就帶住祈禱，我知道除神以外別無所靠，我要靠主，我有生命氣息，靠主我有婚姻，靠主我可以懷孕，靠主係經歷醫護人員話可能就小產嘅，可能生唔到 BB 嘅，但係 BB 面世啦。於是乎我同我自己講，雖然我單手，我可以繼續靠住耶穌育養呢一個小公主。於是乎醫院咧就同我講，你不如試下用隻假手嚟到抱。後期我話牧師，我知道你係喜樂牧師，成日笑啊，所以係好嘅。咁我話我都好開心嘅，我成日笑，一笑嘅時候個敏感度，成隻假手佢喐㗎，一喐點算啊？咁咪跌個 BB。後期我話唔好啦，我要練。母親係偉大嘅，力氣係要操嘅。我為個女翻屋企成日都練啞鈴，我就係咁樣抱。所以我其實隻手依家咧，其實就總之乜都有啦，咩唔單有力啊，咁就主要有力所以咩網球爪啊，乜乜碗管乜乜嗰啲，我唔緊要，有痛就好，知道有痛有感覺，感恩個女出世嘅時候翻到去我先至係請工人。咁於是乎我經常我就係自己個母女關係，我就抱住個女，就用奶樽餵佢，用個枕頭。有時候攰嘅時候就放喺張床度，放個枕頭，就係咁樣一路同佢祈禱，一路就係咁樣去照顧佢。我女嗰時係10幾歲，嗰段時間好撕裂。你諗下一個女，佢係青春期。生理已經係唔舒服，心理仲要爸爸經常喺出邊到處留情，仲有後期係唔要我哋當時候嗰種最辛苦嘅育兒唔係喺肚腹裏邊嗰種嘅辛苦亦都唔係嘔吐之後湊佢嗰啲，唔係最辛苦。原來做媽媽最淒涼，我相信亦都會在座或者係依家都有好多或者基督徒嘅弟兄姊妹都面對年青育兒嗰啲嘅淒涼，但我都話。靠主找緊神。當時候我丈夫變心嘅時候，我已經不停嘅禁食祈禱。咁我女我係經常帶佢去做義工，喺教會裏邊都係要去做探訪，去醫院探訪，甚至乎周圍去探訪。但係當我係單親嘅時候，我女都怨嘅。媽咪，你係想查事學咩人結婚啊？你結婚都好啦，做咩生我出嚟受苦啊？撕裂嘅痛，好淒涼，好撕裂嘅痛。甚至乎嗰時候駁嘴駁舌玩電腦，後期嗰時候我鬧嘅時候，原來冇用，所以我曾幾何時我都係同可能在座好多聽眾都會鬧啦猛啦，但原來冇用，你越鬧佢，佢越激動。我試過掹個電腦，佢一手推我，後期我就同佢一直講，我讀聖經、睇聖經、背聖經、抄聖經，我禁食祈禱，我禱告神捆綁個電腦，將個電腦個網絡處理。好奇妙，
信不信由大家。呢個係英蘭嘅事實，真係一而再，電腦停咗。佢攞去修理之後，翻嚟再咁玩，我再喺背後祈禱，又係咁樣嘅。所以我女都好知道噶，唔使講啦，叫你祈禱有問題啦，我唔玩啦。等佢自動自覺。甚至乎佢試過嘅，佢出街咧好夜翻嚟，其實11點鐘我已經夠好夜嘅。我試過揾過佢嘅，揾過佢，原來佢同咗爸爸出去食飯，係唔話俾我知。到後期我唔揾，我揾天父爸爸，咁佢乖乖好似係羊咁樣，呢個都其次。但嗰時候叫做爸爸耐唔中唔翻嚟瞓啫嘛，耐唔中唔翻嚟。但當真係俾離婚信嘅時候，我女撕裂，唔中意翻學，唔中意做功課。但當時候我女係Band 1學校精英班，攞好多獎，文武都攞好多獎。到後期嗰段時間，去到咁撕裂嘅時候，校長、主任、班主任，感恩好多係信主嘅弟兄姊妹嘅老師、校長為我祈禱，為佢祈禱，然之後俾好多空間。所以當時候我就係祈禱神就做爸爸，出去揾錢賺錢供養佢，做媽媽照顧佢。我嗰時冇工人嘅單親牧師。我做工人，總之我出去侍奉嘅時候，或者做義工嘅時候，我翻嚟個女一定有飯食，屋企一定要整整齊齊。我唔揞佢，我用禱告。所以當時候單親，我帶佢去汶川地震，邊個夠膽啊？我媽媽想主嘅，爸爸想主，屋企後期都信埋主，鼓勵。於是乎去咗四川，佢睇到啲冇咗左手左腳，冇咗右手右腳，好似媽咪咁冇咗兩隻肢體嘅，都係10幾歲。自此之後，我女女咧唔再反叛啦。其實我女好乖，讀書叻，文武都叻，但係因為撕裂嘅痛，因為佢覺得單親到最後段時間，我唔能夠改變佢嘅思維，佢覺得慘就好慘噶啦。於是乎我聆聽，做媽媽聆聽，總言之佢中意食啲咩，我處理家務一齊做。我感恩個女咧，依家做咗會計師啦，做埋核數師啦。咧就如同三人行喎，你啦，你嘅女女啦，仲有我哋嘅天父添。所以咧，雖然我哋睇到可能喺呢個家庭嘅裏邊，你本身有缺陷，家庭裏邊又缺少咗爸爸喎，但係咧天父俾你哋無缺。所以我哋咧從英蘭嘅生命故事裏邊睇到咧，原來有住主嘅生命咧，就讓英蘭帶嚟佢有勇氣、勇敢啦，有堅毅啦。並且咧係有智慧喎，感謝主，係咪好有智慧喎？所以咧，我哋真係好睇到，原來有神同行嘅艱難咧，係真係能夠咧係將艱難變成好大嘅祝福。咁所以咧，我都好想請英蘭你啊，或收看我哋呢個節目嘅好多嘅一啲嘅姊妹嘅朋友啊，可能佢哋咧都有好多同你一樣嘅經歷嘅情況出現，但係咧佢哋又未必跨過到喎。咁不如你可唔可以為我哋呢啲嘅觀眾朋友咧嚟一個嘅祝福祈禱，去為佢哋加油啊？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嘅父上帝，英蘭感謝頌讚你，神恩典夠我用，神喺死蔭幽谷將英蘭救起，神喺絕望谷將我咧抱起上嚟，天父爸爸俾我有生命氣息，甚至乎俾我嫁得出。更加好奇妙嘅，好 amazing 嘅，俾我喺醫學界話唔可以生 BB， 我生到個寶貝女。神你喺個命定裏邊，喺肚腹已經睇住我個寶貝女，喺育兒過程好難，但係同樣喺呢個單親嘅時候，照顧呢隻小羚羊，我個寶貝女更加難。但係我知道以馬內利常與英蘭同在，正如過去你都係同好多個好淒涼係育兒辛苦嘅弟兄姊妹各方面嘅人同在一樣，俾我哋靠主得力。靠主得勝嚟到育養我哋嘅生命，我哋嘅小生命，我哋咧從天父爸爸得嚟嘅產業，所以咧嚟緊將來嘅日子我同埋咧所有地上所有弟兄姊妹或者係未信主嘅朋友、聽眾、觀眾們都知道，英蘭可以活到65歲，得見白髮，全是恩典。英蘭可以育兒個女32歲，可以成為會計師、核數師同埋孝順，係因為主你恩典夠用。神你從歲首至年終
從日出至日落嘅地方賜福眷顧我同埋家族，感謝頌讚主，願意咧未信主嘅朋友找緊呢一個嘅福氣，願意咧離開羊圈嘅弟兄姊妹，更加快跑跟隨我哋嘅三一神，好得無比。咁樣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你改變唔到你嘅過去，但係咧你可以咧好似英蘭一樣咧，去選擇將佢嘅生命交俾耶穌，並且咧將佢嘅即係讓耶穌咧介入喺你嘅困難嘅當中，咁樣咧你就會好似英蘭一樣咧，係可以經歷到咧從我哋嘅主耶穌而嚟嗰個出乎意料之外嘅平安同埋喜樂。如果你都想做呢個嘅選擇嘅時候，而家我請你可以同我一齊做呢個禱告。親愛嘅天父，我相信主耶穌基督係你差派嚟嘅獨生愛子，為我嘅罪死喺十字架上邊，第3天復活咗。我承認我過去做過得罪咗人同埋得罪咗你嘅事，請你赦免我嘅罪，多謝你寬恕咗我。主耶穌，我願意打開我嘅心門，誠心邀請你進入我嘅心裏，做我個人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求你管理我嘅一生，帶領我走前面嘅路。感謝主拯救咗我，揀選咗我，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門。阿門。如果你想更多認識我哋呢位嘅主耶穌，我鼓勵你可以咧喺你附近嘅教會度咧，可以繼續去尋找，又或者可以喺我哋呢條短片以下嘅留言嗰度咧係留言俾我哋。好，祝福大家，拜拜，拜拜，多謝你英蘭，多謝牧師。